台南市资深的国民党籍市议员王家珍日前被检举诈领助理费，经过台南的检调单位调查后，30号凌晨伊着50万交保。对此，王家珍31号也伫台南市议会召开记者会，会中伊强调无诈领助理费、无人头、无虚报，同时伊也认为这是恶法杀人，伊会抗争到底。我没有贪污，我没有人头，我没有诈领。今天恶法杀人，恶法杀人。王家珍在这个案件当中，我愿意成为恶法杀人的最后一个受害者、牺牲者。但是，我要告诉所有的朋友，我不会向这个恶法屈服低头。王家珍也质疑这是有心人士咧操弄，但是伊也向大家报告，不管是啥物情形，伊一定会逆风高飞，绝不屈服。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。